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咱国内的长辈时代，自 AZ 疫苗了后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32个人，讲这死亡的人数还阁继续在增加。台大的医师王明具点出着伊内心上大的担心，讲 AZ 疫苗3期临床的试验，毋是伫亚洲来进行，是伫这个欧洲来进行，所以伊看袂到针对80岁以上的华人长辈者的临床数据，所以并无充足的信心，鼓励咱国内的长辈时代去注 AZ 疫苗。这位王医师提出着一个解决的建议，伊讲应该互咱国内的长辈者改注莫德纳，因为长辈者注莫德纳死亡率比 AZ 低真多。啊，就甲这个 AZ 留互死亡率相对较低少年人去注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回应讲，这个 AZ 疫苗是毋是甲死亡有直接的关系，还阁调查，但是会考虑伫疫苗的管啊新来加写着警告的话语。我们现在有接到通报的，确实是25人。这些事件可能是由接种疫苗所导致，也可能与疫苗无关。好，可能刚好是一个时序的关系。好，所以相关的死因都要来调查。老大人注 AZ 疫苗了后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5个人往生，人数也有可能增加。台大癌医中心的副院长就真烦恼，伊讲实在无这个信心鼓励老大人去注 AZ 疫苗。AZ 疫苗其实只是一个紧急授权下的产物，在做临床3期临床试验的时候是在欧洲做的，至少不是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做的。我想他没有这个华人，尤其是高龄的华人的一些安全性的资料。如果说我劝了你去打，结果害人，那不是完蛋。伊讲，以卫福部至少通报25例老大人注 AZ 疫苗死亡的比例来算，已經到1/1.47%。不过，少年人伫国內注 AZ 死亡的，每70到80萬人，敢若一個人死亡，比例差不多只有1/1.4%，死亡率差真濟。所以講建議改予少年人注 AZ， 啊那老大人應該注通過美國 FDA 核准的莫德納疫苗，將疫苗留予適合的對象去注，安尼較安全。在可接受的風險下，或許施打疫苗还是一个必须要处理的一个医疗处置，最好还是在施打疫苗之前，特别是年纪大的族群，要跟原先的一个门诊医师来好好讨论一下。我们也会再来研究是不是要加注一些相关的一些警语，这样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注意，那更容易判断。虽然注疫苗普遍来讲好处较侪歹处，不过应该注倒一种的排注，才都将这个死亡的顾虑降到上低。卫福部会阁研究。在这进前，咱老大人要注射时，加上上好甲医生详细评估全面的风险。